位，今日係2026年2月27號星期五。喺幾個禮拜之前咧，我講忌廉溝鮮奶嘅時候咧，都曾經提過。我以前一開始拍戲嘅時候咧，就拍呂奇啲戲咧，就同阿修哥合作過。過咗10年8年之後咧，又再同佢合作忌廉溝鮮奶。而今日我講呢套戲《斜花劫》咧，亦係當時我入行冇幾耐拍呂奇戲嘅時候，其中一位女主角，而家咧就做咗《斜花劫》嘅女主角，佢就係邵氏女星詩詩。呢套戲嘅故事內容咧，我諗嚟諗去，真係睇嚟睇去都冇咩好講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諗到，我可以講是講非喎，因為都有少少當係花絮、幕後花絮咁聽啦。嗱，首先咧就係呢套戲係繼1982年夜驚魂之後咧，喺82年下半年接拍嘅。咁點解我記得咁清楚咧？主要咧就係因為大概9月頭嘅時候咧，我瞓緊覺仲未起床，咁咧突然間斜花劫嗰個製片打電話俾我，佢話恭喜我。我話恭喜我做咩啫？咩事啊？佢話恭喜我入圍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嘅提名。咁我就覺得冇乜嘢啦，因為1982年咧係佢哋第19屆金馬獎啦，但係前面第1屆至到第18屆咧，全部都係台灣片嗰啲男演員攞最佳男主角嘅，所以咧我就對呢個攞獎咧係完全冇期望。我亦唔係好留意前邊18屆金馬獎嗰啲即係頒獎典禮嗰啲盛事啦。咁仲有咧就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唔知舉行咗1屆定2屆嘅，所以咧當時啱啱開始都唔係好成功，唔係好多人關注乜嘢電影頒獎典禮啊，所以我就當冇回事咁嘅。既然講到我同詩詩咁有淵源，咁就不可不提一下呂奇啦。事緣喺大概1974或者75年啦，其中有一套戲呂奇開拍嘅，就詩詩係女主角。咁咧詩詩佢拍戲咧，就佢阿媽會跟住去，即係做監場又好，或者做跟班又好，我唔知佢啊。咁咧有日我哋去到跑馬地拍一堂，即係室內嘅即係景啦。咁去到現場樓下嘅時候，因為嗰度算係比較即係高尚少少嘅住宅區，咁呂奇就同我講嘅話，嗱，一陣上去拍戲嘅時候，冇乜嘢做，冇乜用嘅人咧，就唔好上去啦。咁我咪咯，咁啊，譬如啲化妝即係化好晒啦，唔使跟場啦，嗰啲即係咩嘢道具嗰啲又唔使點跟場，咁我咪叫晒嗰啲人，即係你哋喺樓下等，唔好上去咯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詩詩阿媽，咁我覺得佢上去冇用噶嘛，咁我咪叫佢唔好上去咯。哇！佢唔知佢做乜嘢啊！即係佢當然係講國語噶啦，佢哋應該係台灣嚟，咁啊鬧到我咧，即係一隻嘢咁，鬧完都算啦咁樣，佢直情坐電梯上到上邊，再同呂奇投訴咯，話我唔俾佢上嚟，然後咧呂奇咧再鬧多我一鑊，直情真係鬧到隻狗咁，我都即係都唔知佢鬧乜鬼，唔俾呢個冇用人上去啫嘛。咁佢話
嘿，你唔俾人哋阿媽上嚟，點知人哋阿媽點諗㗎？會唔會諗你哋對佢個女做呢樣做嗰樣做乜㗎？唉，呢樣嘢咧，真係可以睇得出佢嘅為人啊！因為咧，如果你自己唔係咁嘅人，你就唔會諗啲咁嘅事。即係好似好多時咧，人哋話賊喊捉賊就係同一原理啊！佢哋即係專係諗埋晒 relate to 佢自己嗰個諗法嘅嘢咯。咁呢樣嘢就係我同思思阿媽咧第一次有正式交流啦。但係經過10年8年後咧，仲有第二次交流喎，就係呢次拍呢套戲嘅時候啦。係咁急揾我咩事啊？今次弊啦，我哋嘅事俾佢知道咗。佢？我老公啊嘛。咁咪仲好，可以向佢攤牌啦。一轉眼咧，又差唔多2個月之後啦，就頒獎典禮都差唔多接近尾聲嘅時候，就係頒大獎啦。咁到頒即係最佳男主角嘅時候咧，林青霞佢就係開信封嗰個人，譚詠麟咧就係頒嗰個trophy 嗰個人。咁林青霞開咗個信封，佢哎呀呀一聲，唔知佢呀乜鬼嘢啊！咁我諗咧，可能係佢冇預期我會攞獎啦。我相信佢係預期黃道攞獎嘅，因為黃道台灣演員，第一即係前面18屆都係台灣演員。第二咧，黃道係第2次即係入圍嗰個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嘅提名，所以可能佢即係自己個心諗都大概可能係佢啩，所以有少少即係意料之外咯，所以咪有啲咁嘅反應咯。我諗咧，其實喺當年咧，我都唔係幾好人緣嘅。最低限度我呢個頻道有一位觀眾佢話：你後生嗰時啊，即係成個飛仔咁，又懶串懶有型。不過講明啊，呢個係懶，唔係真嘅。咁咧就我哋斜花劫同組有一個男演員，佢一聽到我攞到獎之後咧，佢個反應亦都係令到我同佢大家之間都好唔舒服喎。呢個人就係李道雄，佢嗰日喺劇組度開工，而我攞到獎嘅消息好快咧就傳到返劇組啦。佢第一反應就係：哎呀，真係俾佢攞到啊！你話佢係咪戥我高興呢？我同思思合作都超過真係差唔多9年10年啦。我諗佢阿媽年紀大咗，冇咁多精神陪佢個女啦。咁咧，所以咧就我開始拍斜花劫嘅時候咧，都好似冇見過佢去跟場啊。咁但係我攞咗獎之後再翻嚟入翻組啦，開工啦。咁有一日，我哋喺四海保齡球場嗰度拍戲嘅。咁我哋去到嘅時候，所有公司車咧都停晒喺即係保齡球場門口啦，集合好啦。咁即係佢哋咧就先到我，我嗰時又成日遲到。咁咧係思思阿媽見到我，佢就問佢個女啊，話：嗰個咪陳小明？佢嚟呢度做咩啊？咁思思話：你唔好咁大聲啊！
人哋啊男主角嚟㗎，咁樣佢阿媽我唔知後續有冇講乜嘢啊，收聲㗎啦。咁咧今日啲八卦嘢係咁多啦，冇乜嘢好，即係冇乜嘢好再講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